先來看漢光42號演習，這城鎮淪陷的部分呢，今仔日是南部3個縣市拍頭陣。透早10點至10點半，空軍司令部是來發出國家級的警報，台南、高雄甲屏東是來實施交通管制。這過程猶閣真算順遂，也毋過嘛傳出有民眾無配合勸導的情形。長影第3屆南部地區初一透早10點至10點半，攏咧實施2026城鎮淪陷防空計劃，配合國軍漢光42號演習時間一個到，空軍司令部運用空中威脅系統發送國家級警報。副總統蕭美琴和美國在台協會代表攏到高雄市現場，高雄針對大眾運輸和賣場避難做檢驗。演習的時有民眾騎腳踏車，無閉去內面，嘛有車停在路邊，警方甲民眾勸導攏有改善，並無違法。在防法裡面，未來所有的368個鄉鎮都要編成防災協作中心。防災協作中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協助這368個鄉鎮的應變中心處理一些重大事項。這回台南、高雄甲屏東同時間展開高規格演習，較特別的是，這回南部敢若實施防空疏散，並無實施網絡降速，全面落實正式防護過程，敢若真的同款。台南市長會同中央指導官到新亞火車站國小等所在指導觀察，動員約3000人。這回頭擺刷來透早演練，兼備2台空襲機，掌握整個狀況。其實大家都非常認真的執行。未來不管是天然災害也好，或者是需要碰到了戰爭需要也好，那我們都有非常精實這個演練。南部防空演習圓滿結束，這回透過跨單位動員和集兵演練，檢驗防空疏散和災防救援機制，真正無法度暗算，可能會當透過平常時實際演習來訓練大家應變變化的能力。萬不幸，若真正當着，才通把傷害降到上低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